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20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美国知名的电动车厂商20号伫基美博物馆设置全台第2座的超级充电站，号称只要充电30分钟，地当有270公里的电力。这也互市长赖清德学了讲，真正是一台车吐全台湾。而且也欢迎这个品牌车主来基美博物馆充电的同时，会当留伫台南旅游佚佗。美国知名品牌电动车的超级充电站，上午伫基美博物馆正式启用，是伫台北站以外，国内第2座的充电站，号称只要充电30分钟，就当提供270公里的续航里程，未来将会当满足该品牌用户为北到南环岛旅游的交通需求。台南是一个绿能发展的一个重点城市，这几个因素加起来，奇美博物馆就成为了我们 Tesla 最完美的一个选择，加上有美丽的风景哈，连同我们在环岛建设超级充电站的项目之中，下星期呢也会在台中开放启用另外一个的超级充电站，开着电动汽车呢就可以环岛从北到南，非常轻松的，只要用上大概20分钟左右的充电时间，就可以拥有超过200公里的续航里程。市长赖清德表示，这座超级充电站是亚洲第1个设伫博物馆的电动充电站，离大台南自和平新街到达。机车充电站已经有505座，汽车充电站62座。现在这个超级充电站的加热，将大台南成为低碳城市的目标，搁迈进一大步。我们现在台南市的机车充电站有505站那电池交换站有27个，那汽车的充电站有62站。那我们超级充电站今天是第1站，好，那我们就是希望台南市不仅仅有一套属于自己城市的公车系统然后还有 T-Bike， 那电动车还有电动公车，我们77号的电动公车也有。那现在我们电动机车、电动汽车然后 Tesla 汽车这个我们都是有一系列的这个安排跟计划那今天等于是超级充电站完成之后，也等于让我们台南市低碳城市的目标又往前迈进了一步这座超级充电站因为在设伫基美博物馆的园区内底，所以副馆长廖万如致辞时，也当场宣布车主前来参观，凭着锁匙就享有优待。对此，市长赖清德欢迎车主来基美博物馆参观的同时，也当先刷伫台南做小旅行。但新闻张山林根采访报道。伫安平地区有一种特别的点心，叫做煎底，就是加猪米粉、掺绿糖或者是肉燥，做成甜的、甲咸的口味，搁在烙顶煎好赤赤。不过因为制作真高工，现在是已经真少人会晓做。透过镜头，带大家来了解这项特别的滋味。一块一块参像底边的麻糍，伫鼎内底被煎甲赤赤，散发出香味。而这项叫做煎底的物件，是早期经济较无好的时代，方便讨海人出外，随时摕来添巴肚的食物，会当包咸的，也会当包甜的，不但真好保存，也方便炸伫身躯。我就是有一颗那个传承的心，我把我的古早味都传承给人家，给年轻一代的。他回来就简单蒸几个就吃得饱啦，也不用去买，就自己做的又更好，都没有换那个什么化学药品，什么都没有，都纯粹没有的，安平只有我在做吧，现在都没有人在做啦，因为它是很麻烦啦，
要磨浆啦，要怎样很麻烦啦。真的很好吃，吃起来口感真的蛮不错的，很舒服，而且味道很大众化也不油腻，入口即化嘞。里面虽然肉皱有肉色，但是入口即化，蛮不错的，很好吃。整体的制作过程算是非常的高工，需要先将猪尾泡6点钟以后磨浆，然后底好打，再用手撕，表面结成一丸一丸，最后再将肉色或者是白糖红豆顶，以个人爱食的口味落去包压，落顶整过了后，这个在地的好滋味，得当摕来享用。甜的是肉燥甜的就是这样，也可以包红豆，什么都可以，这个吃起来，这是以前的人家庭不好，就做这个到海上生活，去海上讨海半夜就拿起来吃，这样，因为你半暝海上无物人食嘛，就这定就住遐挨安尼煮起安尼啦，较早的人就是拢艰苦人嘛安尼。这项传统的口味，因为制作过程上过复杂，已经真少人会晓做，所以为了避免失传，平安里长现在只要有机会来展现这项手艺，是要将这个好口味传承落去。但是文章山林根采访报道。知名五星饭店邀请来自法国得到 MOF 法国工业师傅相关供应的巧克力大师来到台湾展现好手艺，今麦就带大家抢先来欣赏。法国巧克力大师当专心将伊手中的巧克力做剪裁甲组合的动作，每一个细节伊拢非常的用心。这也是伊会当得到法国工艺师傅相关公认 MOF 奖项的原因。这个伊专程来到台湾，就是希望会当将这寡层次丰富的顶级巧克力，无论是榛果清爽的口感，或者是布朗尼厚厚的滋味，拢完整来呈现，要来给台湾的消费者。他特地从法国过来台南这个地方，然后为台南在地的设计了一套精致的下午茶，以及我们的7款的限定的甜点。那这次的活动从今天我们记者会结束之后，将会从7月21号开始，一直到7月31日为止，只有12天的时间。欢迎大家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如果错过了，就得要飞到法国去找他喽。相关顶级的巧克力所打造出来的甜点，对于浪漫的国家法国，即马刷到台南，也邀请介意甜点的消费者，千万唔通错过这难得的顶级飨宴。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七夕情人节将要来到，到旅游业者看准单身男女的市场，特别结合手机游戏公司开发出 APP， 要让单身男女联谊的时阵唔免烦恼无话通讲，不但会当互动，更会当组队参观，加速认识，让感情较顺利的发展。有对象会到上好七夕情人节要安怎度过？不过孤单的男女嘛唔通失望。台南在地旅游业者看好了汉卡市场的潜力，就结合游戏公司共同开发一套手机游戏，并且甲德源比荷兰村的特色景物连接，让耍游戏的男女会当快速认识对方。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会规划团体的部分，我们有那个破冰的一些活动的游戏，让刚开始的这些陌生的男女能够熟悉彼此。然后我们再玩到我们的餐厅来享用我们的芒果冰，还有我们的火锅的套餐。那下午的话，可以玩我们的这个爱恋魔药这个游戏的 APP 闯关游戏，认识彼此。那最后我们的 APP 呢，最后会有一个就是配对的一个画面，让大家可以就是连线成功，那就会成为就是配对成功的情侣这样子。那在这边的话，我们也举办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活动，可以让大家可以增进彼此联谊的一些互动的一些游戏，例如说设计一些烤肉啦，或是2天1夜我们设计爱心早餐的一些比赛啊等等的。为了让无熟悉男女见面袂碍约，双方嘛免搁在上脑筋、上话题来互动，所以主办单位就利用这个爱恋魔药 App， 让双方会当连线组队来耍游戏，
相信透过这个手机游戏来累积友谊，主要卖当透过 App 来表达心意，欢迎有兴趣民众会当上网查询。等新闻张伟忠、郭国义采访报道。休困节马上登来新闻内容。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市府文化局邀请国内外13位艺术家来到小龙国际艺术村进行驻村创作。展出的内容包括图画、动画、整地艺术等等。展期为即马开始，展到9月17号，欢迎介意艺术的朋友甲亲子前往园区免费观赏。要一直到影像播放完成，门锁才会再次打开。在播放的途中，门板会放电，那些想中途离开的观众，这个伫小龙的展览是以无人剧场的概念，结合光雕、画图、导演等方式来呈现艺术家李一凡的创作理念，以及3个月来伊的驻村体验。由纸板的人形红仔来代替艺术家，为现场参观的小朋友来解说，并且以光雕呈现艺术家特殊的讲故事手法。以及纸板模型打造出伫文化园区的日常生活，透过声音、光线甲影像的结合，呈现出艺术性格。我这次的作品比较就是关于就是要呈现就是艺术家在这边生活，然后在这边创作的一个过程，所以我里面等一下会有就是透过投影在雕塑上面，就是借由光雕的方式，让那些雕塑就是会讲故事这样，所以等一下可以进去欣赏一下这个故事。那故事的内容其实主要就是关于。讲起来有点后设，就是关于一个艺术家在驻村的故事这样子。对，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就是我在骁龙这边就是听到一些青蛙的叫声啊，或是鸟叫声或什么，就是我录音笔把它录起来，然后也是一样透过光雕的方式重现这些就是声音的部分。市府文化局伫全球公开精选艺术家驻村活动，报名相当踊跃，总共国内外254位艺术家报名。最后只选出13位来驻村创作，希望透过各个的艺术家互相交流甲经验的分享，会当创作出更较侪艺术面貌。展览最主要是结合动画、跟绘画、雕塑，还有新媒体的科技。那是呈现艺术家呢在骁龙文化园区这里驻村3个月的一个创作的过程。是非常难得的，那也呈现一个无人剧场的一个展出的现况，非常适合大家一起过来骁龙文化园区观赏。这个伫骁龙的展览展期对今日展到9月17号，每礼拜3到礼拜为止。文化局欢迎市民朋友以及亲子拢来骁龙文化园区免费参观。等新闻张伟忠、郭国义采访报道。今年正式成立的红鼻子雀宝公益剧团，甲台湾各地儿童福利机构合作，用戏剧表演来陪伴有艰苦病痛的囡仔。剧团以着勇气作为主题，希望将正面、乐观、甲勇气传送到小朋友的心中。色彩引人注目的服装，佮加上古水、喊鼓的表情。由定律蓝雀社会福利基金会伫咧今年正式成立的红鼻子雀宝公益剧团，因当演出今年的主题勇气，
因希望会当借由表演，让小朋友伫咧听故事、看故事的同时，学习到勇气甲大家互相合作的重要。接下来，因也有侪公益演出，要伫咧台湾各地来举行。绿蓝雀社会福利基金会，我们跟沙丁庞克剧团合作这个小丑计划是从2016年开始。那去年其实我们除了捐款之外，我们也有培训志工。那在今年，我们更希望说这个活动可以再继续的扩大，所以我们除了持续捐款支持小丑医生在医院里面专业的工作之外，我们也持续培养志工。然后我们今年也成立了红鼻子确保公益剧团。今年红鼻子陪伴计划，我们跟3个儿福机构合作。那我们有北中南3场活动，在中部地区，我们6月中已经举办了一个，就是跟罗惠夫留言基金会合作的勇气营。那在明天我们会参加伯利恒文教基金会的毕业典礼。那在8月份还有今年11月的时候，我们会跟中华民国关怀脑瘤儿童协会合作，在荣总参与他们的活动这样子。红鼻子确保公益剧团的陪伴行动，即日起正式出动。因也希望会当将这项社会关怀活动一档又搁一档持续办落去，帮助加侪小朋友来得到勇气。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南部地区一档四季日头拢真炎，其中的紫外线除了会互皮肤晒乌起，阁会造成皮肤老化，甚至产生癌症病变。基美病医皮肤科医师表示，若是要预防，上简单的方法就是做好防晒的工作。紫外线是日头光当中波长大约200到400纳米的光线，一般用目睭是看袂到。不过，会造成皮肤伤害，不但会晒红、晒伤，而且佫会造成皮肤老化，严重时甚至产生皮肤癌。因此，基美医学中心皮肤科主治医师表示，要预防皮肤老化、产生癌症病变，上好的方法就是做好防晒的工作。防晒用品主要目前大概就是分为物理性还有化学性的防晒。其实基本上大部分都不会只做单一种，大部分都是会做成物理性跟化学性混合。那物理性它主要是它对 UVA 还有 UVB 它都会有比较好的防护。那它的缺点就是它比较油腻一点，然后颜色会比较重一点，比较难推开，那颜色会比较重，所以有一些人喜欢用一些化学性的，那化学性它就是它会比较清爽一点，可是它造成刺激性过敏的几率会相对比较高一点。医师强调，紫外线对皮肤伤害是一般自然老化的10倍。此外，除了穿长远的保护，另外也会当抹防晒乳。防晒乳除了有用喷的，也有用抹的，成分在有分物理性加化学性。物理性防晒片会当反射紫外线，较温和，适合小朋友；而化学性是吸收紫外线，使用起来较清爽袂油。医师建议防晒爱自细汉开始，而且出门进前10到15分就爱抹，安尼才会当发挥防晒的效果。台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除了皮肤爱防晒以外，其实目睭也同款是爱防晒的。下面的报道就要教大家安怎挑选适合家己的乌林目镜。今日这间目镜行乌林目镜的款式真多，除了必须符合国家规定，抗 UV 系数达到400以上。单纯为镜片来看，佮混着肤色、墨绿佮地色的，不但遮光性有差，而且每一种镜片所呈现的感觉佮功能也都无同。这3个颜色它各有优劣点。灰色的话，它的那个遮光性是最好；然后墨绿色的话，它的反差最大。然后茶色的话，它最柔和，所以如果是年轻人，你要比较帅一点、比较酷一点的，好，那你就可以选择灰色的。那如果你要驾车的，或者是做运动的，那你可以选择一般运动你可以选择墨绿色。那如果老人家
它也是要长时间佩戴舒适，它可以选择茶色。而乌林物件的品牌甲造型也是百款，有流行、有复古、有四角的、有圆的，甚至有的佫有特别的设计，挂出去马上就吸引众人的眼光。但是每一个人的面型拢无同，要安怎挑选适合家己的物件？其实有一套上基本的原则。因为我们的脸的比例，它上下如果够长的话，你在当中放上了一只横的太阳眼镜，它会有综合的效果，它会是一个很完美的搭配。那圆脸的话，圆脸的话，它就要挑选颜料。如果你比较偏圆脸、偏国字脸，那我们会建议你挑比较方形的眼镜。方形的眼镜，它比较不会把那个圆脸表现得太出来，而且它因为圆脸它是一个弧度，那当中我们用靠方形，它去做出角度，可以让你的脸型更立体。乌林物件的介绍落差真大，除了看品牌以外，业者表示介绍较低的物件，有的是属于亚克力材质所做的，相对树脂所做的价较硬，工法较粗。对目睭来讲，可能无遐尼舒适，所以民众伫咧挑选的时阵，一定爱注意一寡细节。但新闻嘉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中昼过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的几率4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发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7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